后来行政院推出着5倍券，高雄讲阁要加发着1000块，变做6倍券。即摆凤山阁来加码优惠，有这个议员就凤山在地业者成立着美食联盟，民众只要用5倍券来消费，都阁有其他优待。另外，六合夜市是希望会当仿照着过去发夜市啊券、发上宽券，希望会当真正来帮助着，互疫情上介食力的小店家。红钱放伫鼎内底煮，大顶拢是上青的青菜，业者拢咧等5倍券要来抢上机。来消费，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段疫情的这一段很辛苦的日子。咖啡业者嘛来煮咖啡，准备要来迎接人客，因为疫情期间实在伤艰苦，可能不到1成吧，剩不到1成。为了帮助基层的业者，行政院推出5倍券，高雄追加1000块了后，即马凤山阁推出，民众只要摕5倍券来消费，就会使各有优待。那在凤山地方呢，可以6倍 plus、7倍、8倍更多的优惠措施，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院未来在印制上面可以说把面额再缩小。牺牲一张搁一张的夜市券，业者趁钱有够欢喜。这是去年六合夜市啊发夜市券了的景象。即马伊嘛希望会使比照去年，互高雄市加码5倍券来帮助小摊商。虽然即马人有较济，不过业绩要是无算好。开门关门，连卖个1块都无。即马摊商敢若毋望5倍券真正会使帮助到因，互因伫疫情3个月了后，阁会使增加一寡收入。